大声声，你大声声，来看20块呢，大声声。你问大号来咱花店里来，你查好是小白相，做房间你去小白相，才来去的去。我甲你讲唔免，我就叫警察啦，我就叫警察嘞，你小白相，你几多钱啊？啊！还差了，你来钱嘛呢？我老伙啊，你记咯。然后呢？你话小白。然后呢？小白我就替你出来讲。你哪里小白啊？小白太小啦！你搞到用我自家来赢啊！我你叫我好好听哟。你几多钱嘛？你谁能打啊？我告咱书记，书记，我刚才书记。你查哦。书记。你出嚟，你查，你查咧。打上。你